我機會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我們與他同工，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為他曾說：在悅納的時候，我應允了你們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搭救了你們。看哪，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；看哪，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這是聖經的提醒，神的話語。自從我們被我們嘅神揀選以嚟，我哋就賜俾神，佢就賜俾我哋機會享受永生同埋耶穌基督嘅救贖。我開始愛呢個世俗世界中所有迷失嘅靈魂，因為我嘅主耶穌基督，佢先拯救咗我，並且無條件咁樣愛我。佢嘅愛具有感染力，我需要將福音傳遍世界，直到世界嘅盡頭。研讀聖經，你就會發現我哋嘅神俾咗你一個機會，讓你從罪惡中得救，並賜給你永生。然後你就會被呼召去完成耶穌基督升天前吩咐你嘅偉大使命。一個證明自己嘅機會，一個面試嘅機會，即使你沒有上合適嘅學校都好啦。一個被忽視後被看到嘅機會，呢個係一個艱難日子或者重建，經過咗艱難日子重建嘅機會，一個表達嘅機會，一個領導嘅機會，巨大損失之後嘅恢復嘅機會，呢一個係重新開始嘅機會，唔受任何評判。即使你嘅履歷唔完美，亦都係一個展現自我嘅機會。呢一個係展現你嘅價值嘅機會。每個人都想要一個機會，事實上就係大多人都值得擁有佢嘅。多年嘅沉默，有個男人傳咗信息俾我，佢一直與毒癮作鬥爭，失去咗婚姻，正在重建自己嘅生活。佢講：我以前唔相信人會再俾一次機會我，但係你不單止介紹一個人俾我，你仲將我讓我能夠重拾信心。冇錯啦，我哋永遠都唔會知道我哋應承人嘅時候會帶嚟嘅力量。透過介紹一個聯絡人，我睇到佢嘅業務訂閱量係翻咗一番。佢嘅助理而家正係按時領工資，佢嘅家庭亦都越嚟越壯大。佢話俾我知，我祈禱佢能讓我哋同你咁樣嘅人合作。業務嘅扭轉就係我哋今年需要嘅奇蹟。有啲時候係對信息嘅回應，有啲時候佢係一種介紹，一個善意嘅話語，係一種信任。有啲時候呢個係某人祈禱嘅奇蹟。當俾某人一個機會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改變佢嘅生活，以及去接觸嘅每個人嘅生活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賜耶穌基督俾我哋一個重新嘅。俾我哋一個重新與你建立關係嘅機會，能夠得到永恆生命嘅機會。求你用聖靈在我哋心中動工，讓未得救嘅靈魂得到佢哋需要嘅信息，就係你賜俾我哋嘅恩典，救贖嘅恩典，一個好珍貴嘅機會。求你賜俾能夠接觸到我哋呢個信息嘅迷途羔羊，讓我哋能夠結到果子，得到天使嘅快樂歡喜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你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噶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